血夜真魂曲第14章真相的裂縫。紐約市的夜色濃重，霓虹燈光在高樓間閃爍，卻無法驅散艾斯特心中的陰霾。他、法蘭克、莉莉絲和卡爾文藏身在曼哈頓一處廢棄的地下倉庫，這是卡爾文在阿拉斯托爾內部秘密準備的藏身點。倉庫內昏暗的燈光映照在斑駁的牆壁上，空氣中彌漫着潮濕和鐵鏽的氣味。四人圍坐在一張破舊的桌子旁，氣氛凝重。艾斯特低頭看着自己的雙手，指尖微微顫抖。他那雙刺亦沒入了皮膚之下，已經好幾天沒有出現，但他的左眼仍然時刻隱隱作痛。金光雖然已經暗淡，但那股血清的力量仍在他體內翻騰，像一頭沉睡的野獸，隨時可能甦醒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終於打破沉默。中煙之光，真的有效嗎？他的聲音低沉，帶着一絲質疑，目光掃過桌邊的每一個人。卡爾文皺起眉頭，他的眼神充滿疑惑。什麼意思？你的血清不是已經證明他的力量了？看看你之前在基地裏幹了什麼，艾斯特。你幾乎一個人幹掉了埃德蒙和他的黨羽。不，艾斯特搖頭，聲音愈發冷靜而堅定。我不是在說現在的血清，我在說當初的那一支。他閉上眼睛，記憶如潮水般湧來。那一夜，吸血鬼闖入他叔叔和嬸嬸的家，血腥味充斥空氣，尖叫聲和撕裂聲交織成噩夢。所有家人都死了。那是2年之前，那時候他只有16歲。他至今仍能感受到那隻吸血鬼的利爪撕開他的喉嚨，冰冷的牙齒刺入他的動脈，鮮血被貪婪地吸吮。當時他已經奄奄一息，意識模糊，卻本能地反抗。他死命抓住那隻吸血鬼的腳踝，用盡最後的力氣咬破他的皮膚，吸吮他的血。那一刻，他並不知道這是一種古老的血液互換儀式，是成為吸血鬼的必須要步驟，只知道自己必須活下去。外出剛回的法蘭克恰好在那時衝進家門，見到那個混亂與血腥的情況，冷靜地打開客廳櫃桶，從叔叔收藏中翻出一柄老式獵槍。他與艾斯特聯手，勉強擊殺了那隻吸血鬼。但奇怪的是，當時他體內早已被母親注射了中煙之光血清，一種據說能讓吸血鬼細胞崩解的致命武器。然而，他被咬後，那隻吸血鬼非但沒有即時死去，反而在血液互換再變成吸血鬼之後，他亦全然沒有任何負面影響。除了變成吸血鬼這種負面影響吧。中煙之光應該讓我死去，令到那隻吸血鬼化成一灘血水，或者至少讓那隻吸血鬼的血在我體內失效。艾斯特睜開眼睛，目光銳利地看向卡爾文，低聲道：但他沒有，什麼也沒有發生，為什麼？法蘭克的臉色一沉，手指緊握成拳。你是說血清可能從一開始就沒起作用？莉莉絲的機械意志發出輕微的嗡鳴，她靠在椅背上，眼神複雜。或者血清的作用根本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。艾斯特，你的母親是中煙之光的創造者之一，對吧？她有沒有告訴過你什麼關於血清的真正用途？艾斯特搖頭，內心湧起一陣無力感。他從沒說過具體的細節，他只告訴我，這血清是為了保護我，為了讓我成為人類的希望。但現在看來，
他的聲音低了下去，我覺得他隱瞞了什麼。卡爾文站起身，在倉庫內來回踱步，眉頭緊鎖，喃喃自語：如果中煙之光不是單純對付吸血鬼的武器，那它的真正目的是什麼？艾斯特，你的血清再加上血驗，讓你變成了現在這樣。既不是人類，也不是完全純粹的吸血鬼。中煙之光效能原本是要消滅吸血鬼，而血驗則是能夠強化人類體質。兩種血清混合之後，令你再度進化。如今你是某種混合體，而且你的力量遠超普通吸血鬼，甚至能壓制像埃德蒙和血使者這樣的強大存在。你是說，中煙之光和血驗可能不是為了消滅吸血鬼，而是為了創造我這樣的東西？艾斯特的聲音帶着一絲怒意，左眼的金光微微閃爍到一個工具，就像埃德蒙說的那樣，不完全是。莉莉絲插話，她的語氣平靜卻帶着一絲急迫。艾斯特，你的血清顯然與眾不同。埃德蒙想複製你的血來製造強化人軍團，但你的力量遠超他們的預期。他們沒能完全控制你，這說明你的血清可能有某種獨特的設計。法蘭克猛地拍桌怒道：設計？什麼設計？艾斯特的母親為什麼要把他變成這樣？這太瘋狂了。也許不是瘋狂。卡爾文停下腳步，轉身看向艾斯特，眼中閃過一絲猜測。也許你的父母親有其他計算。中煙之光可能不只是純粹毀滅吸血鬼細胞。艾斯特，你記得埃德蒙說過什麼嗎？超越吸血鬼，超越人類的極限。如果這不只是他的野心，而是某種更深的計劃呢？倉庫內陷入沉默，只有遠處傳來紐約市街頭的車流聲。艾斯特的腦海中閃過母親的臉，那個溫柔卻總帶着憂慮的女人。她曾說過，中煙之光是人類最後的希望，但從未解釋為什麼。我們需要找到答案。艾斯特站起身，目光堅定。我的血清，中煙之光，血驗，埃德蒙的計劃，這一切都聯繫在一起。我需要知道父母親當初為什麼這麼做。莉莉絲點頭，檢查了一下自己的機械義肢，確認武器系統正常，道：我認識一個人，或許能幫我們。他是阿拉斯托爾的叛徒者，曾參與過中煙之光的早期研究。他現在隱居在布魯克林的一個地下實驗室，據說掌握了一些機密資料。叛徒者，法蘭克皺眉，語氣中帶着警惕。我們怎麼知道他可不可信？我們沒有選擇。卡爾文沉聲道：艾斯特，你是這一切的關鍵。如果你的血清真有問題，我們必須弄清楚它的真相，否則下一個埃德蒙還會出現。艾斯特點頭，左眼的金光微微閃爍，仿佛在回應他內心的決心。好，我們去找他。但如果他敢騙我，他的聲音低沉下來，帶着一絲危險的氣息，他會後悔的。一行人迅速收拾裝備，準備離開藏身點。紐約的夜幕愈發深沉，遠處的摩天大樓在霧氣中若隱若現。艾斯特望向窗外，心中湧起一股不祥的預感。他知道這座城市裡的黑暗遠未散去，而他體內的血清或許將成為揭開一切真相的鑰匙。第15章待續。